首席教育主任新界西李周若蘭女士為我哋授評及頒獎，請廖校長陪同。請梁作豪同學代表領問題。許益林、卓益凡教育基金優異表現獎黃子基，4位最佳表現獎湯通、黃樂飛、陳奕朗、李月欣。操行獎洪允賢，飛躍進步獎陳俊廷，有請林校長同葉校長同參觀留意。陳卓琪，翠竹潭教育基金優異表現獎鄧國恩，3位最佳表現獎分別係何文軒、譚善瑤、林子博。操行獎馮正軒，飛躍進步獎鐘卓良，有請冼校長同廖校長同我哋畢業生拍照留念。多謝冼校長，唔該各位同學。陸樂博士為我哋授評及頒獎，請廖校長出席。請吳永傑同學代表領問題。唔該同學，接住落嚟獲得嘅獎項分別有曾卓明教育基金卓越表現獎鄧嘉琪，卓益凡教育基金優異表現獎黃子晴，3位最佳表現獎黃文書、陸子豪、陳舒雅。操行獎黃柏橋，
唔該同學。獲得獎項嘅分別有真卓明教育基金卓越表現獎林彩怡、卓中行教育基金優異表現獎鄧明心、最佳表現獎恨直希、操行獎陳柏軒，同埋飛躍進步獎梁伍琪。有請陳校長同埋校長同我哋畢業生拍照留念。多謝陳校長，唔該各位同學。接住落嚟獲得嘅獎項分別有曾卓明教育基金卓越表現獎何依晴、卓中行教育基金優異表現獎鄭思雲、最佳表現獎袁希晴、操行獎鄧思婷、飛躍進步獎梁貝芝。有請范校長同廖校長一同拍照留念。多謝范校長，唔該各位同學。輪到 PCBAM 嘅畢業生，恭請蔡竹鵬校長為我哋授權同頒獎，請廖校長陪同。有請黃幼蘭同學代表李文騰。Angry Bird. That's Angry Bird. And then.唔該同學，獲得獎項嘅分別有曾卓明教育基金卓越表現獎吳傑朗。但係呢個圖示都有啲難度。卓中行教育基金優異表現獎黃孔玲。最佳表現獎梁俊文。操行獎麥以欣，飛躍進步獎張孝龍。有請蔡校長同埋廖校長同我哋嘅畢業生拍照留念。Angry Bird. Angry Bird. 麻煩蔡校長同埋廖校長一同留步，為下一班嘅同學授評及頒獎。唔該各位同學。
嘅文憑。唔該同學，獲得獎項嘅分別有曾卓明教育基金卓越表現獎周子瑜、卓旭鵬教育基金優異表現獎蘇子朗、最佳表現獎黎卓日、操行獎譚希林。同埋飛躍進步獎吳朗維。多謝蔡校董，唔該各位同學。請温正倫同學代表領文憑。唔該同學。接落嚟獲得嘅獎項分別有曾卓明教育基金卓越表現獎劉月如。